小手掌。手掌哦。因为咱小朋友拢讲受气的，所以无唱小肉粽，唱小手粽。手掌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刚刚唱的台语歌，大家有看他们穿的很帅气的武功服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期待他们打功夫呢？刚刚有没有看他们很多兵器，有刀啊，有牧羊兵，有长棍？接下来